这是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21篇，121篇。现着我来读，第1章到第1节到第8节。我要举目向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予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脚无顿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顿眠，也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迄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请本堂的陈牧师来讲道。哦，是嘞，本堂的陈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改运命运。第4，受惊该歹运。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大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但伫前几日本来有一个强烈的风台要到伫台湾来，但得到主你的保守，阮拢得到平安，献上阮的感谢。那么感谢伫主日，阮阁有这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啊，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那今仔日是咱的福音主日，咱的福音主日就是毋忘咱的讲一寡咱的民间信仰非常关心的这个代志。会当伫这所在来贴明，伫圣经中间来讲个清楚。毋望咱会当带咱的微信的即个亲人朋友来当来参加做礼拜，毋望伊会当对圣经中间会当得到即个真理的熟悉。但咱对理解，咱就开始伫遐来讲起，咱改运换命，咱已经今仔进入到第4讲。前咱有讲到3讲内底，头1讲咱有讲到即个命运是啥物天注定，咱讲即个是天注定无毋对，是到底是倒一个天？你若将你的性命交予即个黑暗的势力，你恐惊就是互即个邪神因伫遐咧控制。但是咱因为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你若倒转到伫上帝的面前，你的命运若是即个上帝伫遐咧注定的时，当然是好的。好命毋是歹命，因为上帝伊是一个美善的上帝。第2讲，咱伫6月初3先讲到，咱讲到算命的问题，伫遐讲到咱非常关心，讲伫遐70%到90%的人拢相信即个命运拢是已经固定掉，有75%的人因捌去算过命，所以逐人拢非常关心着伊的命，特别咱伫现在即个经济情形毋是真好的时阵，大人开始就思想着是毋是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着即个运，还是改着即个命？就去想着讲，我要去算命，算看法到底是安怎？咱嘛伫遐讲到即个命运其实有4种，头1种就是用算来，伊就是算八字、算紫微斗数、批流年等等，才用算起来。就是以前这历史这资料会当互因伫遐来做统计。第2就是看面相，就是看即个相外口看会到所在，包括你的面相、看手相，包括毛骨这，包括风水等等，这看会到，这伊会用这伫遐来算伊的命对咧。像第3项就是用灵的方面，照着即个灵媒，照着因用易卦、米卦，这等等，这甚至有碟仙这物件，就是讲有这个灵伫迄所在引出，伫遐来带领。所以知影你的命运到底是啥？第4项是用骗的，就是伊知影咱人大家咧想的是啥物，伊就讲一寡符合伫咱咧想象咱毋望的这种情形，伫迄个所在来甲咱解决这个算命。其实因为中国这人华人，
这人咧看到这算命，伊的基础拢是用这叫做四柱八字的四条啊，四条八字啊。而且四条就是讲年月日时，你倒一年、倒一月、倒一日，几点钟生的时阵，这差不多命就拢已经固定落去。八字的时就是讲天干地支，这来去去算过时。因为我捌互咱有即个数字伫咧，就这个算起来，拢总是518400种。所以表示讲，若是照安尼看就是讲，咱的命拢差不多分伫这518400年啊。咱知影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佮加上开始讲伫地理啦、伫倒位啦，等等遮，像伫台湾的时间，甲伫即个美国是无共款，等等遮，不管是安怎，人拢真意会当对伊的命运会当知影，就开始想办法，包括即个为即个算命机。但是咱在圣经中甲咱讲，你确实有即种问题时，你会当得定头生啊。你若定头生的时候，你信主，你得到定头生，为圣灵伫迄所在，你已经不再是原来迄个命，所以你会已经这样得到你的定头生，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命伫咧。这个命是迄个创造宇宙万物迄个美好的上帝，伊要赏赐互咱的。这是第二讲，咱伫遐讲的。第三讲，咱是8月初5讲到风水的问题。讲风水的时候，有两种派，一种派是照着这个。表面看会到这种形式派或自然的地理伫个所在来判断的这个伊是好还是歹。第二就算用这种叫做理气派，是用这种八卦、方位等等加阴阳平衡、五行深刻这物件伫个所在来算讲你的命到底是安怎。不管安怎，最后伊的意思就是讲你的时间、你的方位、你的靠山还是头前有水等等，遮个伫遐来决定讲你的风水到底是安怎？伫即个黑暗的世界咧掌管的所在，伊用即种物件伫遐来咧，敢若互咱的即个运伫迄所在来确定落去。但是佫有讲到一句话，讲风水轮流转，表示讲即个物件你现在看到是上界好的，但是以后伊嘛可能变做是上界歹的。拢无即种确定伫咧，原来因所挖去的，毋是挖到迄个源头去。那什么人创造时间？什么人创造即个地理？创造山？创造水？原来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所以你若倒转去到伫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挖靠着伊的时，你就无即个风水的即个问题，因为你将你的主权交互迄个美善的主伫咧。这是咱第三讲伫迄所来讲。那今仔日第4讲要讲到是讲到。咱伫咱的民间信仰中间，嘛常常去当着对即个收惊、解歹运的即项代志伫咧。咱华人无论是伊是一个平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伊若当着即个特别当着咱的囡仔，伫迄所在真惊吓，伫遐半暝就一直咧哭袂停，搁安怎骗都无效的时阵，还是咱大人当着一寡歹运的时阵，咱开始心神不宁的时阵，咱就开始去找道士，找即个庙。即个西公，还是即个法师，伫迄个所在要做即个收惊的即种解歹运的即种仪式伫咧。即情形伫几啊年前，伫921大地震的时阵，嘛发生非常明显伫咧。一瞬间中间，即规个厝完全家庭完全破坏去。你所上爱亲密的人，伫迄个所在无缘无故去互即个地震伫迄个所在的地势，咱所有的财产嘛伫迄个所在无去。开始伫迄个所在惊吓，到底是安怎？所以真侪即个时阵，宗教进入到伫即个灾区伫遐要关心的时阵，发现咱若是大家拢伫迄个所在，类似敢若摆即个摊子共款，毋茫讲因遮也有问题，当到伫咱中间时，咱看见迄上界侪人挖去所在，就是写收惊的所在。到不得已，到最后，咱的信用，咱的。基督教去嘛写收惊，但是下骹用福音来收惊。大家无看到用什么方法，但是要收惊就好。所以到时安尼的时，才有人到伫咱的即个所在去。伫个所在表示讲，人有遮真惊吓，伊毋知要安怎面对即个惊吓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开始毋知要求什么帮助伫咧。但是收惊并毋是遐尼普通的收惊，其实有人咧发即个执照，收惊的执照毋是凊彩人就会当记遐做。你若去网络去看的时，收惊内底包括死
个即个停书伫咧。即个停书头一项就是你来报户口，报你个户头伫咧。讲我即马即个人是到底是啥物名？伊住伫倒位？伊是几岁？伊的即个出生年月日是第时？啊，伊当着的情形，伊去惊着的情形到底是啥物？我们甲即个讲好清楚，才会当伫迄个时来求因所相信的即神明会当来帮助伊。头一个是报户口，第二个是伊伫遐来邀请即神来。邀请什么神来呢？有的是邀请即个西公，还是即个道士，伊所咧拜迄个神。嘛有可能惊讲我找唔到，所以干脆就找众神，拢总会当来帮助伊。毋望即个力量搁较大，啊，嘛会当甲即个范围拢包括在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伊伫迄个所在要来安置伊的即个灵，即个魂魄，就是灵魂甲即个体魂魄伫咧。因为咱民间信仰相信讲，人有一个三魂七魄甲12元神伫咧，三魂七魄伫咧。这三魂到底是啥物？这三魂就是咧讲，人有一个叫做元魂伫咧。这个元魂就是讲，你本身就是你这个灵魂的展出，甲这个阶级伫咧。这个元就是伊元旦的元元魂伫咧。第二个魂叫做色魂，地色的色，知识的识哦。色魂就是讲。你即个魂内底其实因为因讲的是即个会当轮回，所以你的魂内底有即记忆伫咧。你会当记偌久会当记100万年以上，但是你通常拢袂记咧啊。你敢会记咧大概前2、3世纪、2、3世的即种记忆会当伫咧。所以有人讲着，我敢若熟悉你哦。伊讲迄就是你即个色魂伫迄个所在，地色色魂伫迄个所在的即种感应伫咧。第三个魂就是叫做觉魂啦，吼，就是感觉的觉哦。你的感觉迄个感觉，即个魂的，即个魂就是讲你现今的即个世代中间，你会去学习着甚物？你会去意爱着你所欢喜的即种即个游戏是甚物？工作是甚物？你爱食，你爱享受的到底是甚物？迄是现今的。等甲即个你。甲即个你原来灵魂本来有一种你的阶级伫，佮加上以前的加上现今的，即结合做的，才是你现在即种灵魂的即个灵伫咧。这是民间因头一个想法。第二个七魄的是七魄，就是讲你的感官的部分，包括讲你的目睭、你的鼻孔、你的喙齿、你的身躯、你的意念，甲你的欲望，即加起个7项，就是咧讲到你的即个咱人。即种本能伫咧，透过即几个本能是，你才知影你是一个活的人伫咧。12个元神的神是讲到咱人有即个12个经脉伫咧，即包括有肺经、心经、脾经、肝经，这一大堆这经，这12个即个经脉伫咧，即咧讲法着咱的身躯到底有用无用。所以讲即个七魄，若会当甲即个12个经络从我好势，叫做12元神非常自在，12元神很自在啊！其实这几样就是讲咱的身心灵的意思。所以讲人咧为什么要去受惊？为什么会惊呀？就是中间有一项你已经失落去啊，所以你开始会感觉心神不宁，所以爱甲收倒转来。收倒转来以后，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就是伊的意思的收惊的这意思，就麻烦这正性。将这神明的会当来做这项代志，这是第三个这个停书，就是毋望甲你的收惊，你已经无记迄部分，该回倒转来。第四个是甲你原来当着遐个无好遐物件，甲转化掉，叫做转化的这个过程伫咧。伊可能用的方式是有这种写这个符水啦，还是这个画符啦，还是讲一寡这个咱无一定听有的这个物件，伫遐表示讲已经将这已经甲赶掉去啊，然后你已经得着安你已经得着平安倒转来。咱看见这个是收惊过程中间，讲啊遮尔详细，毋是讲要互恁知影是啥物，是知影讲咱知影讲别人伊的收惊到底是啥，伊嘛是有伊的理由伫迄所在，伊的理由是倒转去找一个神啦，倒去找一个神，因为你今仔日安尼就是你有某种的无平安伫咧。已经失落是啥物啊？当要求迄个比咱更较有气力迄个神会当来帮咱。问题是去找到什么款的神伫咧？所以收惊这项代志，对民间的信仰来看的时阵，
伊是一种，伊对伊来看，伊是一种心理的治疗；对社会来看，讲，这是宗教伫迄所在咧安慰人的。但是咱若用灵界来看的时阵，伊确实一个真无共款。伊乃是一个属灵的这种精神伫咧。原来有这个邪神的这种势力，已经进到伫咱人间社会的这种概率伫内底啊。所以才会产生，咱若当着一寡无好的代志，咱可能当着伤心，咱会真毋甘。但是你袂惊吓，你若有亲人过身的时，你袂惊吓着，你会毋甘若定。但是有一寡毋甘甲伤心，甲即个惊吓佫无共款伫咧。会通常去惊吓时，绝对有是啥物原因伫迄所在。所以要来知影讲，即个互你的惊吓，互你的真安尼恐怖是即种源头到底是啥物？啊，敢无迄个享受福气、享受平安的即种源头伫咧？即个源头若是神，即个神到底是倒一个才是即个神？咱毋知要当着讲，你有当着即种受惊吓到类似敢若人讲爱去收惊的即种情形无？若有，你安怎来面对？你的即个瓦靠，你的靠山到底是啥物？今仔咱所读即个圣经已经互咱一个答案伫咧。伫即个所在先，咱来先看讲人为什么会惊？上帝创造人。要互咱会当享受伊所创造的，敢是要用惊吓的心情伫遐来享受噶？无上帝创造这宇宙的时，互咱有气力会当管理这个全地时，是要甲咱会当享受平安喜乐才对。一方面享受伊所创造的宇宙，一方面有平安喜乐甲咱做伙。为什么？因为上帝甲咱做伙。但是为什么咱即摆常常袂当有平安伫咧？原来是咱人已经去受到撒旦的这种诱惑，伫迄个背个上帝，食了上帝规定说袂使迄个物件，咱就开始安那犯罪，咱就感觉有这种愧疚感，心感觉足不安的咧。咱看咱的始祖阿当，因食了迄个善恶果了的时阵，伊听到上帝骹步来声来的时阵，声来知影上帝要来的时阵，因就伫迄个所在眯起来，惊吓，伊就感觉足歹势，我已经做了毋对啊，所以我所在伫迄所在来闭起来。原来一开始人做了毋好代志时，咱人就开始会感觉别人咧看我的眼，迄眼讲敢若是咧骂我，敢若是咧讲我什么哦？因为你家己做毋对，所以你家己心虚，你就开始有讲无共款的种想法出来。然后种歹的念头，就是因为咱犯罪了，伫迄所在渐渐伫遐来发生。毋然呢？上帝伫即个创世纪第三章16节到19节，亚当因犯罪了的时阵，上帝甲伊讲到一寡即个因所要去面对的代志。第3章16节讲，佮对妇人讲，我得较大加添你怀孕的艰苦，你要艰苦生囝，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伊要管辖你。也对亚当讲，你已经听叹你的妇人的话来食我所吩咐你。讲你毋通食伊个，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一世人劳苦，才对伊得到食。土地要为着你发气皮甲基离，你也要食远离的菜水。你要汗流满面，才通得到食，到你归途。人犯罪了是上帝福音的刑罚，伫这所在看见，人开始。因为犯罪有些生产的痛苦，对嘛？迄个所在受到咒诅，所要生出来物件，不再是干那美好的代志尔，连咧气皮、即个基理、即个无好物件，伊嘛要生出来。佮人开始袂当讲，凊彩会当买物件就来食，你开始安那一生劳苦，你爱汗流满面，你才有通得到食。所以咱看讲，原来这会惊吓，而且无好物件。其实拢是因为犯罪来，犯罪的意思就是啥？就是你降服伫即个邪神、魔鬼、撒旦的即种来再引起遮的。所以伫遐讲惊吓，啊是讲你开始有即个当着灾害、有痛苦遮，拢是对邪神、撒旦伫遐来。当人当着安尼情形去受惊的时，到底什么意思？原来受惊，你毋是甲即个惊吓除掉，你要安怎甲除掉？因你请着一个安怎？请着更较大的鬼来，将这小鬼甲赶走。所以你看起来敢若是得到平安啊，暂时得到平安呢，但是迄个大鬼来时，却然后是一个更较大的一种灾难伫咧，是咱也毋知影啦定。
咱看去，当咱你感觉讲哇，人呢遮尔啊辛苦安尼，这啊惊遐惊一大堆安尼，敢无啥物物件会当保护咱家？咱伫遐讲，只不过是大鬼来换小鬼尔尔，敢无真正会当针对咱的帮助啦？今仔圣人在已经伫遐所在甲咱讲，121篇的第1节伫遐讲。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对打落来，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咱要找瓦块，咱拢毋茫去找一个真坚固的。所以有人就开始甲这个山看做是圣山，看做是一个山王安尼。啊，看到这个大树，哇，会当活遮尔久，1000年内底，哇，安尼这个树啊叫做大树公。啊是看到这个真大粒的石头，哇，这实在足稳的。叫做石头公，伫迄个所在就开始甲因拜。你若到山内，常常看到用红绳啊，伫迄个所在摆起来、包起来，还是头前就下个祭面，伫迄个所在看到，因着伫迄个所在，甲伊尊做是一个神，伫迄个所在来咧拜伊。有人甚至佫将已经过身的遮较有名的人，伫迄所在尊做是神来拜伊。咱看见即个妈祖，还是即个关公殿的，遮是算好的。几啊年前，我前嘛捌讲过，在30-40年前啊吧，迄个李斯科台湾头一个去抢运航，迄个竟然有人讲一个李斯科庙咧拜伊，大概是该讲伊怎有遮尔好大胆安尼。即摆抢运航免死刑，迄个时阵抢运航绝对是死刑，唯一死刑的。有人咧拜迄个，咱以前蒋中正总统过身的是嘛有人蒋中正庙伫咧拜伊，认为讲即个人是伊所尊敬的，伊就暗示讲伊会当。过身了会当针对神来咧保护伊，咱看见是人拢开始伫个所在，毋知要找啥物瓦靠，就伫遐凊彩找着，感觉这会使，这会使，家己咧做神共款，家己咧做决定。但是今仔圣人在已经互咱真清楚甲咱讲，咱的帮赞毋是对这个山、对这个石头、对这个伟人来，因为因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你要找咱到迄个源头啦。毋是找着遮个和咱拢共款，甚至是拢是被造面的。你来去找着迄个源头，迄个源头是啥？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伊若是只用一个神，伊毋是创造天地，迄嘛毋是你要找的。你是爱创造天地即个神，因为伊才是迄个真正的源头。所以今仔圣人在甲咱讲的是讲，唯一你只有迄个唯一真神，伊才有办法伫来保护你，来看顾你。当伊要安怎来保护你，伊要安怎来看顾你。今仔圣人在讲得非常的清楚，甲咱讲。头一个咱来看，伊用什么方法？第3节到第4节所在底下咧讲，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脚脚无拄面。看，保守以色列也无拄面，也无困去。原来头一个东西，伊无松懈，伊无伫遐放弃，伊拢非常警醒一个，因为伊无困眠，伊无拄久，伊嘛无伫遐困。一天24小时，伫迄个所在要甲咱看顾。伊用的方法就是，我无要松懈，我是真谨慎，我敢若是值班的迄个卫兵共款。这个时间我袂使困去，我会注意，我会保守，互我咧顾这个人伫咧。上帝帮助咱的上帝就是安尼，伊无即个松懈伫咧。第二呢，咱看伊讲，伊的范围是到位伫到倒。伫即个所在讲着，保守你第5节到第8节。第5节讲，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印悟。第8节讲，日出日入。甲咱保守范围是啥物？伫你的正边。啥物叫做正边？正边就上界珍贵、上界尊贵的即个位。耶稣登到伫天顶去时，上帝互伊坐伫伊的正边。咱若有贵宾来时，咱嘛请伊坐伫正边。毋是坐伫倒边，还是坐伫后面是吧？迄是一个上界珍贵、上界尊严的所在，就代表讲耶稣即个上帝伊现保守咱的迄个上界重要所在，就是全面伫个所在咧保守咱。啊，毋是讲你伫到伫拜堂才保守你，日出日入拢保守你。你伫厝里嘛保守你，你不管去到倒，毋是到拜堂内底嘛是保守你。所以咱看迄个范围是安那，面面俱到。全面拢甲你固守着，毋是干那固守着某一部分啊定。第三，咱看见伊的时间是啥物？时间伫遮来讲，随时随刻。任何时间，因为第6节到第8节所在，第6节伫遐尼讲，你是
太阳无伤你，米是月也袂害你。到第8节佢讲，对即时直到永远。虽然看起耶和华上帝，伊要保守咱的时间是安怎？你是太阳袂害你，米是月也袂害你，佮对即时到伫永远。毋是亲像咱民间的，着爱初一十五爱去拜拜，你若无拜神，着袂得到平安。敢敢若过初一十五那点？咱拄啊经过即个旧历的7月，就是咱讲这是鬼月啊！即个时阵，现在新民逐个拢休困啊。哇！这好兄弟伫遐咧过寿啊，所以你来去拜好兄弟，免拜我。因的神原来佫有时间的限制伫咧，而且甲咱讲保护咱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是随时的。无管倒一天，拢总是伫迄个所在要保守咱，随时随刻。那安尼大个结果是啥物？大个结果就是伫第30个第7节底下所讲，伊是周全的、完全的，伊的保护、伊的顾守，毋是部分的呢，毋是啥物时间伫啥物所在，安尼若定无，啊，佫毋是干讲我看会到即个范围若无，即拢总算在内。所以第30节的时阵，底下讲你的骹，互你的骹。你无要互伊无要互你的骹摇拽。到第8节佫讲安那，第7节，第佫讲，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为真神来甲你眷顾，来甲你保护你的是安那，是安尼，伊的结果是安那。你拢无摇拽，非常的坚定伫咧，免受一切灾害。毋是部分的灾害啊！所有你想会到这灾害，伊拢总要来保守你。咱看见的是有一个神会当帮助咱，有要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上帝，伊要安怎帮助你？伊就照着讲，伊无松懈，伊个是所有逐项面面俱到甲你看，佮随时随刻伫遐咧帮助你。伊的结果就是免受一切即个灾害伫咧。咱所要伫的，就是一种你有即个确信的保险。所以咱倒转看咱民间，咱民间足侪保险公司提供足侪保险的啊。即保险内底有包括讲，你有即意外险啊、医疗险啊、寿险啊、汽车险啊、火险啊，甚至最近个风台险的饮水，啊，着去加一个因即个水险伫咧，啊有战争，啊着加一个战争险伫咧。想会到啥就开始加，但是绝对无一项你讲我要保隆重的险伫咧，不管发生啥，你拢爱甲我保。有倒一间公司敢安尼保？无毋敢，伊无办法想得到所有的到底也无产生。咱所挖过即个上帝是啥物面面俱到，啊是这所有一切灾害，伊拢总甲你包起来，所以只有咱的上帝。伊会保护，真正的即个神去保护伊，伊才是一个全险伫咧。咱看见民间中间，因遮尔侪神明的时，因着爱随啊去找着正确的即个神明伫咧。若讲你破病的时，你着去找即个保生大帝伫咧。要考试，你着爱找着文昌帝君。然后你若要做生意，你找着五路财神。你若要修即个起造的时阵，你着爱找土地公。你若要找平安，你来找观音；啊，你若要有即个拄着即个凶煞人，你来找王爷，甚至嘛有特别行业去找18王公等等遮的。伊开始伫个所在无共款的神，你就要去找无共款的神，因逐人的有限，因的权力拢有限的。敢若保罗去到伫雅典的时阵，伫遐看到讲，哇，因拜足侪神的。拢是无共款的名，然后佫惊讲拜无着要安怎？佫还猜一先讲毋捌的神。你是神无毋对，但是我毋捌你，啊，我嘛毋知有包括伫遮无，所以我紧甲你猜一个是迄个所在。原来这若毋是专灵的神的神，因就是安尼，伊无办法保守你各方面的即种平安伫咧，伊敢会当保守伫伊的权方面。这是一黑暗势力，你若要互伊保守伊，你嘛黑暗势力，你将你的权已经交互伊啊。你恐惊后壁佫转来一寡无好情，你完全毋知。只有独一的真神，伊是无，伊伫遐无放轻松，伊会当逐位拢甲你顾着，佫会当随时随刻，佫伫遐周全来保护着伊的即个囝儿伫咧。毋然呢，伊佫要施恩赐福伫咧。
你若有安尼神咧，甲你保护的时，你自然袂受到惊，也袂即种有即歹运，还是咱就免伫遐咧受惊。理论上是安尼，但是伫咱的世间的时，因为咱所徛嘅所在受到黑暗势力的管辖，咱人是软正的，咱常常有软正的时阵，咱嘛会搁陷落伫即种情形。圣经中间嘛有记载着几项伫咧，所以当着即种情形是要安怎？毋若要甲咱照顾呢，搁要想使咱有平安伫咧。咱看见即个，伫即个路加福音第9章70到43节，伫遐讲到一个最老爸带伊的囝儿来，伊的囝儿已经鬼附身伫咧，伊请这学生甲伊赶袂掉去咧。即个伊的囡仔摔落水里，摔落海内，摔落海内底的时阵，已经非常冷静伫个时，耶稣伫迄所在，甲即个鬼赶做时，互因得到平安倒转。受惊最后结果就是一定要有即个平安伫。但是什么人才会当去做这？四福音中间记了耶稣赶鬼啊，甲医病，互人得到平安的事非常的多。原来即个惊吓拢是啥？你要倒转到伫灵界，去灵界中间的精神才有办法。因为真侪物件拢是对即个邪神所得来、所来的，所以伫迄所在，你只有靠神才有办法伫迄所在来解决即个问题。会当受惊、解歹运、消去你所有的这无好的，只有呢，就是主耶稣，这是你的救主。咱想讲，咱已经诚做神，咱已经诚做基督徒，所以咱大概袂去当着安尼。无，你嘛是会去当着。连耶稣学生12个使徒，伊嘛当着。伫马太福音14章的所在，记载着一摆学生坐伫即个船顶，家己伫海的时阵，伫遐起大风。因伫遐非常惊吓时，耶稣出现到伊面头前，行伫水面内时，因叫是耶稣是一个水怪，一个邪神，一个因伫所在大惊吓。耶稣甲因讲：“恁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所以咱人嘛有可能去当着这种情形者，毋是无可能的。无说伫前一段时间，已经袂记得差不多2礼拜前吧，有一边先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一听就知影讲，伊是一个诈骗的。你讲一个哦，你安怎啊？所以呢，你着安怎。啊，我着已经咧无时，我讲啊，要刷落是安怎啦？真不烦安尼，不耐烦咧讲，伊敢若唠一句话，讲啊哪去死，绝对去死就挂断去。伊讲迄句话刷时，我全身鸡皮疙瘩呐，总起起来。哪会这种情形伫咧？我拢紧倒去我的位，伫迄所在开始吟圣诗，开始祈祷，伫遐来祈祷，求主耶稣保卫热喊伫我的心中。我相信我无遐尼软正，但是伫即个黑暗势力管辖之中，咱的即种社会中间，黑暗的势力常常伫真侪所在的，咱常常需要请即个军装伫咧，咱常常需要主耶稣的保卫热喊伫咱，但是咱嘛常常佫有软正的时阵。你爱倒转到伫什么情形？毋是讲遐迷信者才有当着这种情，咱嘛是会去当着啊。但是问题是当着时，你爱安怎面对这代志？咱有可能会惊吓，咱有可能感觉这惊吓根本甲魔鬼也无关系的。但是事实就是已经是安尼，互你有一种对心内发出来一种惊吓的，这个时阵你要安怎？你只有倒转来找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才有可能提出来。为什么会当呢？因为着咱定实力个。所以定实力个情形，伊就讲啊，我留即个平安互你。伊伫遐讲，伊讲我用平安留得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得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会得互恁，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背北，也无伫惊吓。为什么咱若倒转来到主的面前，用主耶稣的保护者看咱，我靠着伊会当得到平安，因为伊将伊的平安交代给咱。伊将伊的平安互咱，这平安毋是咱对面前咧讲，敢若讲啊，互你平安安尼若定，迄是真正的平安。伊要互咱的心无伫背北，也无伫惊吓。只有主会当带来这个平安。12个使徒，当着主定死的时阵，因伫遐自治做伙的时阵，耶稣出现，伊嘛伫遐来惊吓。耶稣留互因讲啥？愿恁平安。
只有主才会当将这个平安给人。咱会当得到这个平安，因为耶稣是全能的，是主爱的，伊疼咱，伊为着咱的罪伫遐来死。到伫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伊伫遐讲，伊要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叹。为什么会当将平安宣示下来？就是伊要担当咱的忧闷，要互咱会当背咱这个苦叹一个。当咱每一礼拜日，咱到伫圣殿来时，我相信每一个人绝对有伊的忧愁伫咧，伊的艰苦，伊的敢若受着去用冤屈伫咧，伊伫遐互人，伊毋知要向什么人来即个讲即个苦楚伫咧时，你到伫即个拜堂内底时，你所面对的毋是牧师，你所面对的是咱的主。你会当甲主伫遐来相见面无？你会当到伫主的面前，将你的苦楚伫遐所在来讲。伊甲咱讲啦，伊要担当咱的忧闷啊，要背咱的苦叹啊。有遮尔好的这应允伫咱中间，佮要将伊所想的平安互咱。你有去面对着这无？你若有面对着这安尼时阵，你当然你所受着这惊吓，你就要伫遐来消除掉。因为安怎，咱的主就是以马内利的主，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踮伫咱的中间，上帝甲咱同在伫咧。伊毋是伫远远伫天顶的所在，伊伫咱的心灵中间。以马内利的主，伊无离开咱，所以伊要将这个平安喜乐宣出来，甚至伫咱当到这个死行去死的山谷的时阵，伊嘛甲咱同在伫咧。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难免去碰到伤心、碰到惊吓、碰到这些，真侪原因伫咧。这真侪做上个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互黑暗的势力伫遐来管辖着。当到安尼的时阵，咱嘛毋知啥会去当到惊吓。这个时阵咱要安怎？人袂记咧，你只有倒转来找以马内利的主，伊是甲你做伙的主伫咧，伊无离开，是咱离开伊。咱软正的是咱离开伊，咱伫咧所无照着伊的即个教示咧行，就是咱离开伊，伊无离开咱，伊一直甲咱三个做伙伫咧。所以伫咱生活中间，咱有可能因为咱的即个心灵当着惊吓不安的时阵，毋是讲你即个头拄讲有一条即个三魂七魄12元神离开你，毋是，是即受着黑暗势力，互你的惊吓出来时，你即个时阵啊，你会倒转到去找迄个以马内利的主伫咧。伊要甲你三个做伙，伊要来保护你，伊要来束缚你。今仔日即个毋是干那针对着迷信者来讲，也是对着咱诚侪基督徒。咱已经是瓦靠主久的，咱嘛是偶尔会去当着即种情形伫咧。啊是当着咱看着咱的亲人朋友，咱真好的这亲人朋友，伊嘛伫迄个所在陷落伫即种惊吓是变安怎？你要爬一条正确的路。这正确的路就是瓦靠着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要甲你三个做伙，要将平安来宣示互你。伊是迄个无松懈、面面俱到、随时随刻，互你会当得到完全周全的这种保护的。你无要瓦靠伊，你要瓦靠什么人？愿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诚侪咱上界大的瓦靠，祝福伫咱，祝福平安喜乐互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巴别上帝，愿感谢你的疼痛。你创造阮是要甲你享受你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是一个平安喜乐来享受的。但是因为阮人犯罪背逆主，阮伫所在就甲这个邪神、甲魔鬼三个来结连做伙，阮就常常无平安、无喜乐三个做伙。我也经常会去会惊吓伫咧，因为魔鬼就是用惊吓的这种手段，要互人降服伫伊的权势下面。但主你要甲阮讲，阮的帮助对倒落来，是对创造宇宙的主耶和华上帝来。啊，求主你帮助，互阮不管当伫什么情形，我有一个坚固的信心伫咧。阮所爱挖过乃是迄个以马内利的主伫咧。迄个甲阮时常甲阮三个做伙，要享受平安喜乐，伫阮互阮的即个主三个做伙伫咧。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你互阮不管伫地面上当着什么款的情形，我拢非常的清楚，
原来哇靠！着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题，就是束缚着阮，保护着阮，带领阮，逐人拢有当得到你的平安甲喜乐。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啊同心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要倒人来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